家姐仔 channel，我哋開定4包嘅小馬寶莉卡，仲未開到 ESL 或者 XR，所以希望今次開到。今次咧，佢哋喺呢度求其揀一包，就呢包啦，呢包。咁，其餘嗰3包，而家你哋喺下面留言幫我揀，下次抽邊包？1、2、3，左，你哋嘅左邊左中右。右、中、左擺咗喺度嘅，右、中，右、中、左 ，OK。呢個紙背，紙背就有機會嘅。數一數。仲未有冇銀標嘅紙背，冇銀標嘅紙背，仲未抽中，咁黑仔。呢個係紫月嘅 R， 布萊特麥托岑嘅 SL， 同埋黑眼圈油油嘅 SSR， 我有呢張油油嘅 MTR， 同埋草莓日光嘅電話卡。剛才我哋收到3張，其他都係普卡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嘅 share 同埋 subscribe，大家姐仔 channel。拜拜。